大家好，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人比人气死人。咱人的一生一定有一种经验，就是去甲别人相比，也是予人提起甲别人比较。为囡仔时、学生时代到出社会，学生时代比成绩，出社会比收入、比职位，比谁驶的车较歹，谁住的厝较大。毋过，安尼比来比去，有啥物意思？就算讲你感觉家己已经伫咧上悬的所在，无偌久就会发现有人比你搁较敖、较厉害。所以讲，人比人气死人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咱无需要去甲别人相比，迄是永远比袂煞的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